三湾，真侪人听过伊的名，可能唔知影伊是客家族群上密集的所在。这的住民有99%是客家人。三湾地区有一座永和山，山脚有永和山水库。山的名是早期上山开垦的客家先民所取的。讲早期是有偌早，山路边几丛古早味杂竹的青仔树下，有一间土地公庙，是清朝道光年间起造的。用安尼来去推算，大概就知影客家先民伫遮打拼偌久啊。24节气，霜降的过冬天，种苦地树的农民开始采收地籽，这是机械无法度代替完全手工的农事，无一定粗重，但是一定操劳。这是苦地由交工制定的第一步。农家子弟特别知影士大人的辛苦，出外的后生、出嫁的查某囝，拢会拨时间倒来斗无闲。这种形式的合家团圆，是互人甘心的客家人文风景。采收好的地籽，会送来土地公庙边的现代化工厂，准备要华丽变身。变身进前，地籽爱充分日头曝干，安尼将来才有法度膨开杂竹。到这也是顶真的手工作业，正油的工课完全交予白体啊打造密封式的机械来处理。到这个制定，甲人的接触愈少，愈会当保证产品的品质。这是新观念、新技术对传统的提升。提升到什么抗战？安尼生产出来的苦地油是会当现饮的健康饮料。无讲，咱可能拢想袂到，永和山顶有一位朴实的客家子弟，将平凡的苦地油做到得到国际认定不平凡的精品。这个不平凡的故事，伫永和山继续上演。